唐念如，你喺度做緊咩啊？我喺度閱讀緊中文書第5課嘅課文，有一個新發現啊！係咩新發現啊？你讀一讀以下嘅句子，你就會發現到㗎啦。比賽的規則是每個組員先分一個筋斗，然後跳過木欄，再跑回隊伍的後面。哦，我知道啦，係新嘅句式啊！冇錯啦，喺句子中我哋可以發現到新嘅句式，先，然後，再，呢句可以用嚟描述事情的順序，例如係事情嘅步驟。係喎，根據呢個句式，我哋就可以知道同學們比賽規則嘅順序。咦，我都發現到呢句句式啊，但你哋知唔知道呢句句式嘅結構啊？不如問下鋪鋪確確啊。好啊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不如就等我嚟同大家講下先，然後再呢一句句式嘅結構啦。根據課文內容，我哋可以見到句子中包括咗人物以及3個動作，而我哋今日將會運用呢一個句式結構嚟嘗試完成造句。不如我哋嘗試運用先，然後再嘅呢一句句式結構，應用喺課文中嘅句子當中啊。喺新嘅課文句子當中，我哋可以揾到3個連串嘅動作，包括係做熱身運動、圍繞操場跑步以及分組比賽。如果我哋將人物歸納為同學們，咁我哋就可以得到以下呢一句句子：同學們先做熱身運動，然後圍繞操場跑步，再分組比賽。而家你哋係咪已經開始逐步掌握呢一個句式結構呢？但係記住喎，除咗要加入3個動作之外，你亦都要根據動作嘅先後次序嚟完成造句。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呢一個例子啊！弟弟先洗臉，然後刷牙，再起床。雖然呢一句句子入邊加入咗人物以及3個動詞，但係各位同學，你認為呢一個句子其實啱唔啱嘅呢？不如我哋一齊運用紅綠燈嚟進行自我檢查啦。經過紅綠燈自我檢視之後，我哋就會發現原來呢個句式係唔啱㗎，因為佢冇按到事情嘅先後次序去排列，意思並不恰當。如果我哋重新按事情嘅先後次序去排列動詞，咁我哋就可以完成造句啦。所以而家嘅句式就會變成弟弟先起床，然後刷牙，再洗臉。各位同學，你哋而家明白呢一句句式結構未呢？不如我哋一齊邀請一啲1年級嘅同學，為我哋嘗試用呢一句句式造句啦。我先洗手，然後吃午餐，再收拾作事。我先做功課，然後溫習，再畫畫。我先起床，然後吃早餐，再看電視。冇錯啦，啱晒啊！唔知仲有冇其他同學可以為我哋舉出更多例子呢？等我做個例子啦。我先洗手，然後吃小吃，再學睡。啱啦，不如我哋試下喺句式中加入時間同感受，豐富句子啦。好啊，等我試下啦。假日我先吃早餐，然後做功課，再溫習中文默書，10分充實。啱啦。不如我哋邀請其他同學一齊運用新句式造句啦。好啊。等我試下啦。星期六
我和姐姐先吃早餐，然後畫畫，再看電視，十分開心。弟弟，你啱咗啦！哇，你哋都好犀利啊！其他同學事不宜遲，你哋都快啲運用新學嘅句式嚟造句啦！